东温暖开盘半点钟，称到38921点，结果因为大家拢咧卖，盘中全落到37000多点。大甲马料警回銮暗时要伫中华宝岛电安宫驻驾，为着避免搁再起冲突，警方加强戒护。台南一个查某的高中生，互人甲暗喙搁捡册包，想要甲拖互走，加在民众斗救人，警方已经调监视器追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3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要先来看的，就是这婚礼的警方有接到通报，讲有一个姓吴的男性，除了是家己有穿以外，佮涉嫌咧卖毒品，后来是有顺利来抓到人，也有查到这毒品分赃的工厂。目前专案已经依法上班，也咧追查这卖毒的通路，避免毒品流入市面。经过长期的军队监视，警方出动搜索，当场查扣伊托米子药粉、荤油、毒品加背包、加分装的工具等等。这个姓吴的查甫当期将这物件放伫车顶，出入伫婚林家己地区卖毒，佮抢在换起来所在相比杂集。那全部放置在车上，那每天在不同的汽车旅馆间变换移动，那自行调配、分装、销售一条龙式的作业。那显然是一座移动式的毒品分装厂。警方近期侦破卖毒案了后，继续返回调停，佮成功伫斗六市抓到一个姓侯的嫌犯，涉嫌卖海洛因、四盒啊、伊托米子等毒品，佮经营毒品分装厂。警方接到一个高中生的检举批，表示爸母因为长期验海洛因，希望警方会当斗3天，把药头抓出来。他写信来，他说他爸爸妈妈沉迷于毒品。那1年半家庭都整个变色，那他主要诉求是说，他知道我是女性队长，那希望以一个妈妈的角度，不希望说家庭变成这个状况，所以他希望说我能救救他的爸爸妈妈，把这个药头抓到。云林县警察局本次执行今年3到4月警政署及高检署的数枪缉毒打诈的专案，那本次成果非常丰硕。云林县警察局表示，这届3月至4月的查缉专案期间，共查到枪炮案件8件15人，佮有非正式枪8支，专列扫荡毒品供应网，查到各类毒品药头80人，毒品分装厂6大，后续会继续追查卖毒的网络，甲毒品查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台南市永康有一个查某高中生，伊伫放学的时呢，伫这学校外口的空地附近，互一个挂喙暗佮挂这手笼的查甫人，家己的喙安尼暗条条，甚至佮硬甲捡册包，想要甲拖互走。加在这个学生是喊甲真大声，那其他的人也赶紧来斗3工，才无互这个嫌犯甲拖去。目前这警方已经调监视器来追查。查某学生下课行通行步道，要去坐公车，无想到煞雄雄出现一个穿乌衫的中年查甫人，竟然出手甲学生的嘴按掉咧，佮暗算要甲这个学生揪入去这间空厝。那天色没有暗，那另外我们学校附近的周遭是车水马龙，事实上是真的是蛮嚣张的哈，因为现在在车水马龙的路边。那很多民众都会路经过，所以也非常的还好，就是有民众发现制止了这件事。这个学生虽然迄时掉车镜，不过嘛是勇敢反抗，伊的耳狗目镜嘛因为安尼，互人扣落来，造成面甲身躯有真侪大小可刺伤。加在迄阵伊大声喊救命，路过骑机车的民众看到，赶紧摕叉棍来斗3工。迄个查甫人看办事无走，袂使啊，赶紧旋走。看到迄个女孩子后壁有一个查甫的。尾随，我咧徛过了，我感觉唔对啊，这怪怪啊，我去外头啊看，伊就他抓伊的脖子缩下，按伊的嘴条拖去草坡啊，我都摆停来，我就看涂骹有一支木棍，我就下伊木棍来处理啊。落尾警方接到通报，随到场，学生甲赶到场的家属先去病院验伤，才去做笔录。代志就发生伫2日下晡，台南永康一间高中，校方讲校方已经展开地毯式的搜查，嘛调附近的电感，积极掌握这个嫌犯的行踪。犯嫌随即由路人制止后逃逸，发生原因尚在调查中。本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那这个嫌犯咧犯案的进程，敢是早就计划好势，甚至敢有提早勘查过？警方该进一步了解。目前校安维护和辅导嘛已经启动，警方嘛已经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虽然案情也在调查当中，不过大路边发生这款强压学生的案件，难免让学生甲家长会紧张。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后礼拜5月初1就是劳动节，这高雄市独立总工会呢是动员真百个人去到市政府陈情抗议，因是表示讲，这高雄市这3冬来有79个劳工是因为工安事故死亡，也毋过这裁判呢煞干那是新北市的1/3尔，即个这高雄市府是失职，就要检讨改进。包括中共高机、中华电信、顶工会、高雄市独立总工会，100多个劳工手提抗议诉求，大声发出口号，爱市长陈其迈出来面对劳工并救的心声。工会表示，对182年开始，咱高雄当年的劳检件数，拢敢若桃园也是新北的一半，甚至1/3。尤其定拄劳工去检举，公司就随来问过，甚至阁有劳工叫去公司劳检找唔到当事人，事后回文讲无规规。工会即期高雄市劳工局的老师真正上顶。我们真正需要劳工局的时候，劳工局有当我们的靠山吗？没有。结果他可能比较在意他的金主，常常都是配合事业单位，不是开罚轻轻放下，不然就是放水，不然就是泄密。去年底前定发生工人山地沟啊，对4楼摔落来当场死亡。今年3月底嘛，见着工地工人互降价地死。工会指出，这3年来高雄拢总有79位劳工因为工安事故死亡，是6都内底上济。因伫3月底有做调查，工会会员有将近80成的人对市府的劳工政策不满。工会强调，高雄的劳工人数超过100万，市府应该要提出实际作为。希望你可以开始能够着重劳工局对于劳检。对于劳工去做劳资争议调解，不要在行政不中立，拿公权力做公关。再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劳工局是主动去行政，而不是等到人家检举。针对工会陈情，市府派代表出面接陈情时，不止告劳工局到中道进程，也无做出回应。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呢受到这锋面通过，也阁有加上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今仔日中昼以后，这北部有可能是有局部性的大雨，也是落大水雨，而且这落雨的范围是由北安尼直直落南，一直安尼扩大去。明仔载南部地区这落雨的机会也会增加。在今天。降雨在下半天之后由北往南逐渐增加，然后宜花地区也会逐渐增加，而预计到了明天，整个锋面越往南移动之后，南部地区的降雨也会增加。那我们要提醒大家，在今天下半天过后，中部以北地区开始就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出现。那到了明天，西半部地区可能也都会有局部大雨。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中北部这一块区域。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出现的几率。这气象署是提示讲，早起呢，这天气还阁算稳定，也毋过下晡开始，北部就会开始变天啊。下晡开始到明仔载，这是由北落南，渐渐啊拢变做是落雨天。其中这下暗到明仔载呢，中部以北甚至是要注意，可能会有雷公雨。也若拜五这西部嘛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就要等到礼拜这水气较减，天气才会豆啊转好。另外来看，这大甲妈廖景回銮是按算今日下暗会伫中华宝岛的电安宫来主驾，沿途这信众除了是提供食的以外，嘛有这独立册店是开放空间，互人会当伫内底来休眠。另外，即马为着要避免搁再发生冲突，中华的警方也加强戒护。2026年大甲妈廖景进香拜祀进入第6天，妈祖銮轿已经回銮到中华园，因有不少民众准备食米，有学生啊泡咖啡和随香的信众享用。我们华南国小的特色是咖啡，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有册店泡免费的咖啡给香客喝。我们是先去彰二教会，然后服务，然后今天又刚好碰到这个大甲妈绕境，然后也让我认识到台湾的宗教的多元性。因会用较有自信心啦，然后较会用知影讲人甲人接触之间，其实面对面安尼会用有更多的那种情感的交流。学校表示，这摆课程主要是要培育学生啊服务的精神，有先去在地中老教会服务。这届是趁机会泡咖啡，互大家嘛随香的香客啉，认捌台湾的多元宗教文化。啊，若拜祀暗时，大家妈祖会驻驾伫宝岛电安宫附近的街仔路已经闹彩彩，在地独立册店嘛特别开放空间，要互香客休困。大家妈来宝岛，基本上就是为阮细汉的时阵。就是一个足闹热、足特别的代志。阮为去年开始，
册店当咧装潢的时阵，就想讲，咱有便所、有浴室，有一个空间，会当互大家妈的迄个香客来遮休困。大甲妈了境进香回銮的队伍，拜是为婚礼西地进入彰化县，续落来拜五会驻驾伫彰化市的天后宫。满月进前，妈祖乱桥伫彰化市捌发生2摆的冲突事件。彰化警方表示，已经加强维安的人力，绝对会严格查办任何暴力的行为。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来关心一件意外，这是宜兰罗东有一间做茶工厂呢，是昨暗发生火灾，而且这火阁炭了真紧，500坪厂房拢互烧害去。消防局是拢总派12个分队去拍火，而且阁挂2台消防机器人，加在是无人伤亡。黑暗当中，大火直直烧出来，乌烟厚布布，远远都看会到。快点过线，过线！火灾现场是伫宜兰罗东复兴路一间做茶的工厂，离暗时就火烧，因为工厂内底放真侪茶库，火一个烧起来就袂收煞，买500坪的厂房真紧就烧甲乌有去，现场还阁不时传出爆炸的声音。确定在里面吗？抢救的过程当中，传出有人掉伫内底，家属真烦恼，情绪真激动。加在经过确认，火场内底无人。宜兰县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出动罗东、广兴、五甲等12个分队，100外的消防人员，也有22台水灵车、2台消防机器人，赶紧去救灾。火势伫暗时8点外受到控制，10点52分全部拍花。也毋过厂房已经乌有去。根据了解，工厂主要是咧做茶，详细导火原因还阁需要进一步厘清。加在这场意外并无造成人员的伤亡。记者综合报道。经济消息来看，今仔日台股卖市是咧说3温暖的，这开盘半点钟呢是冲到38921点，这是创纪录。结果呢，因为大家拢咧卖，所以盘中是全落到37000多点。有专家是分析讲，这美伊呢暂时停火，或者投资有加较旺。也毋过这做底线的，就要注意技术面的动点。台股搁再破纪录，23台股大盘一声大起，一声大跌，大盘开盘冲到37971点，了后盘中创新高38921点，强买39000，毋过刷落来就出现回档，指数直接跳楼，盘中一时落到37422点，这上悬甲上低差1499点，而且搁咧继续跌。电子宽达股、台积电也破纪录，盘中徛起哩2135块，要纠结到2060块，净差是真明显。乖离季线的一个乖离率已经超过15个百分点，那就过往经验来看的话，已经是有明显乖离过大的现象。那需要去提防就是一些技术面的拉回。那第二个就是融资余额持续的攀高，融资余额增加速度相当快的状况之下，就会让筹码面变得更加凌乱。专家提醒，底线要注意技术面的回档。不过，美国甲伊朗的战争暂时冻点，外资大量的转来。另外，台湾大型的科技股营运展望真好，外销的订单动能真强，基本面是维持甲袂歹。除了市场资金带动，整年大港带头的台积电，最近也因为新技术搁再受关注。早到台积电发说会，董事长魏德嘉头一个表示，当日研发 CoPoS 也就是次世代面板级封装技术，市场分析师认为讲会成做领先市场的新关键。在传统的一个架构当中，那么电力呢必须要绕过那么层层的一个基板，才能够达到核心的一个晶片。但是在 CoPoS 的一个架构下，电源的一个管理元件，它可以更直接的那么整合到这个先进封装的一个体系当中，而实现在电力以及运算晶片它的一个垂直堆叠的一个技术。市场正向信号真强，亚股日经指数也继续咧起，23早盘开悬，盘中一时徛起哩6万点。韩国综合国际指数也头一摆突破6500点，改写历史新高。科技竞争加速发展的进程 ，AI 相机也带动股市真价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经济有网络调查呢，讲这几冬来台湾是因为厝价甲物价等等的因素，这民众消费能力加减受到影响。那准用这体感的温度来比论，安尼台北市呢薪水是排第3，也毋过那准甲生活成本甲算入去，安尼排名就会落到第6名。或者是认同这款比较的方式，认为讲就爱甲一寡所费拢甲算入来，安尼才是实际的生活感受。
全台湾产业的发展是带动地方，不过嘛，共款造成收入的无同。根据主计总处上新的数据，113年房产员工平均的薪资上悬的就伫新竹市的129.8万，收入来是新竹县100.3万，台北市是第3名94.7万。不过这项指标若是含生活成本加起来，结果就大失败。其实，在台北生活，我是觉得蛮幸福的，是个人，因为它比较便利方便。比如说，我是中南部上来的，对，那我的生活的支出的成本会比住在台北市的市区的人还要再多更负担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我可能还要另外额外的付房租。有薪资统计网站是利用使用者提供薪水的数据，结合县市上低的生活成本，和房屋实价登录这所达的统计，发现讲亲像台北市虽然薪水是全台湾第3名，但甲物价算入去了后的体感温度是落到第6名。相对来讲，新竹地区薪水排名第1，因为增长甲真快速，体感温度跃起伫第2名。嘛有像屏东宜兰薪水排名和体感拢低。高雄市可能起薪在32K， 但是在台北35K 可能还是一个相对不太划算的薪资这样子。那我们希望透过跟物价、房价比较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在查询或是做一些质押决策的时候，可以比较有个概念。像关键在于是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指标，用什么样的数据来反映一般受薪阶级的生活成本。外食费用，便当有没有涨价，自助餐有没有涨价，你非常清楚。再来就是居住的费用，或者肯定评比的薪水应该要纳入生活成本的因素。不过，同款提醒讲，最近几年台湾薪资结构改变，走向极端化，平均值有可能受到极端带来影响，可能互民众的感受和统计结果差真侪。应该适度来参考中位数较准。记者综合报道。做化妆品原料的益丰公司，这个姓王的负责人呢，伊明知影讲代理的原料真内底是有含苏丹红这款工业染料，也是暗砍真相，结果互人提去做胭脂卖予消费者。桃园地检署是照这诈欺处罚罪嫌，甲伊起诉，也建请法医甲伊重判。国内去年11月头一摆看到化妆品检出禁用色素苏丹红，桃园地检署接到通报追查，发现这个化妆品原料供应商姓吴的负责人，明明知影代理卖化妆品原料内底有苏丹红，竟然为着业绩伫咧暗砍，卖予水尾厂商，最后以诈欺罪起诉。检察官近日侦结，认该公司吴姓负责人涉犯刑法诈欺取财罪。而提起公诉。检方调查，益丰公司是新加坡咪化妆品公司伫咧台湾唯一的代理商。姓吴的负责人伫咧去年7月，经过水尾厂商通知，知影进口的红色原料疑似有掺苏丹色素，就家己甲原料检体送验了后，确认验出苏丹3号，还有苏丹4号，等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工业用的染色色素。只要一点点的原料可以制成很多的产品。所以对于民众的卫生安全影响甚巨。地检署表示，新加坡供应商要建议暂停出货，不过这个姓吴的负责人为着避免出货受到阻碍，影响生理，竟然暗砍水尾厂商，而且把这个原料卖予其他化妆品的厂商，搁做成胭脂等等化妆品卖予消费者。最后检察官拘捕30万，而且请求法院判重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大先来关心的，就是这荷姆兹海峡又搁出代志啊！上无是有3只货船互伊朗甲攻击，这当中呢有2只也互扣落来。另外，这伊朗是批评美国封锁港口是违反着停火协议，而且佮讲因将来都毋捌拜托美国就爱停火。那比讲这方面，伊是回应讲，虽然讲目前是延长停火，毋过这伊朗呢若准无提出和平协议的方案，安尼美国的封锁甲施压就会继续。伊朗国营的电视台伫咧2月3透早报道，伊朗革命卫队伫咧荷姆兹海峡甲2只货船扣押的消息。画面当中会当看到武装士兵爬去哩船顶，而且进入船舱盘查，去用扣押这2只船顶悬挂旗仔，分别是巴拿马还有赖比瑞亚。其中挂巴拿马旗仔的船顶头有4个蒙特内哥罗船员。这个国家海事部长嘛已经证实这项消息，而且表示所有船员拢真平安。革命卫队指控这2只船无揢着稳准的情形出航，而且感召伊朗带入系统，所以才这篇扣押。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进步步提无路，就伫咧 Trump 宣布暂停对伊朗进一步攻击了后，伊朗3大领导该战的官员拢斗阵甲美国呛。ما هیچ وقت دنبال آتش بس نبودیم. اتفاقاً بسیاری از مردم ما
در این ایام بعد از جنگ 40 روزه از آتش بس گلایه‌مند بودند. 伊朗国会议长上时嘛是谈判代表的卡里巴夫发文表示，美国封锁伊朗的港口，让停火协议失去意义。伊朗无可能重新启用核武器威胁。卡里巴夫嘛强调，美国无法度透过军事侵略来达成目标，更加无法度用霸凌的手段来达成目的。伊朗的总统佩泽斯基安嘛发文表示，美国封锁伊朗的港口以及种种的威胁，造成谈判主要的障碍。针对 Trump 因为考虑其中选举结果会影响对伊朗战事的决策，北京提出反驳，而且表示伊朗内部出现意见逼车，美国愿意互因寻求等待回应。This is a battle between the pragmatists and the hardliners in Iran right now, and the president wants a unified response. And so, as we await that response, there's a ceasefire with the military and kinetic strikes, but Operation Economic Fury continues. Trump 廿日发文感谢伊朗暂停处决这8个反政府抗议的女性，强调把这女性释放是对伊朗的谈判有帮助。不过，伊朗却否认这项决策的，处决计划。美国《纽约邮报》报道，负责当时巴基斯坦的消息指出，美第2摆谈判可能会在咧接落来3天来举行。虽望安尼，华盛顿加德黑兰互相信任是真欠缺，双方对停火的定义有真大落差，恐惊会互后壁的外交对话真歹发挥效果。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这回为着要来应对这伊朗战争引起的能源危机，欧盟这方面是计划要放出战备石油，而且调整天然气的补给，也有减少电力税等等的措施。目标就是希望欧盟会当减少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同时也慢车互核电退场。欧盟伫4月2日公布一项加速欧盟的计划，来减慢伊朗战争造成的能源冲击。这项计划包括放出40亿桶的石油，同时欧盟也会协调成员国伫寒冷进前，甲天然气的库存补到80%，而且计划发布指引，应对航空燃料的欠缺，也建议增加美国进口，而且推动永续航空燃料的生产。This is not a short-term, small increase in prices. This is a crisis that is probably as serious as the 1973 and the 2022 crisis combined. 虽然欧盟即马面对的局势无似当前俄乌冲突所引起的天然气危机遐尔严重，不过即个危机对主要商品甲全球经济影响可能是愈大的。欧盟各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希望物件起价对民众甲企业的影响会当较少咧。方案包括修改税收的规则，确保电力税比化石燃料较低，而且允准成员国对较食能源的行业，也有弱势家庭实施电力减税，也有收入补贴，加速发展清气能源。This must be a wake-up call and a turning point. When Europe steps away from fossil fuel dependence and steps toward clean energy autonomy, because now it is more obvious than ever. Clean energy means security. It means affordability. It means independence. 看较远咧，欧盟当咧拼势推动经济电气化，来减少规个能源系统对化石燃料的需求。欧盟委员会也搁会伫5月部长级非正式会议进前，交一份应对措施的清单。目前，伊朗战争已经互欧盟化石燃料加付240亿欧元。This is why today we propose an acceleration towards electrification. Now is the time to push fossil fuels out of electricity production. Now is the time to electrify industry, transport, heating systems, and buildings across Europe.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计划也代表欧盟伫核能政策的方向有转变，核电互人提升到维护战略主权的核心地位。欧盟委员会建议成员国互核电较慢退场，而且承诺核燃料供应链的心理流程会当较利便挂，也看出欧盟当想要伫伊朗战争之下加速能源转型。公视新闻景冠庆编译。再来看，这美国甲菲律宾的军演是4月20日伫南海举行，拢总是有7个国家来参加，另外嘛有17国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去来看。那这台湾呢是对4月2日开始，伫太平岛的海域来实施南辕9号的演练，模拟闸口货轮，也阁有海上的人道救援。
这届演练是无记查考船只，也阁有海上救援。海巡署是派巡防艇等等，甲这船的押登去太平岛。加特别的是，这届演练是由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来主持，而顶届前主委李仲伟所主持的南湾4号演习已经浪灭7档。另外，再来看美国在台协会 AIT 呢，是邀请 NASA 头一个台的太空人林基里来到台湾访问，也去到这桃园的中央大学来演讲，分享伊成做太空人的这个过程。另外，伫接受专访的时，这林基里呢，伊嘛讲到台湾是因妈妈的故乡，伫太空看到台湾有影是真水。大家好，我是太空人林奇尔。特别用中文甲规场的学生问好 ，NASA 第一位台湾的太空人林基里甲伊牵手访问台湾5天，李李伫中央大学发表演讲，讲家己自细汉的梦想就是做太空人，不过也无顺风顺雨，因为伊伫美国空军接受飞行训练的时阵，被诊断有虾骨、被迫退役，要伊转去医学领域，重新体检了后发现当初是误诊，后来用航空医官身份进入 NASA，2009年被选做第20届太空人。Standing in front of you today, telling you about my journey to the space, if I hadn't been kicked out of the Air Force. So recognizing that even our hardest days are not necessarily as bad as we think they are. Recognizing that those hard days are actually challenges to overcome. And along that journey, along that climb, you're developing skills and equipping yourself for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林基里8遍执行长期太空站任务，总共伫太空停留的时间有311天，执行超过300项科学实验，包括种菜、制作光纤电缆，也有免疫细胞研究，也捌参加 SpaceX 的载人4号任务做指挥官。这嘛是战神太空中心飞行作业局副局长，也伫 NASA 最近完成的阿提米斯2号射地球任务担任重要的角色。伫接受公共集团台湾 Plus 专访时阵，伊讲对老母的故乡台湾有正特别的感情。During my space flights, looking down at the Earth, I always looked for Taiwan, just this beautiful, beautiful jewel in the Pacific, and so grateful now to be back on the ground. 林基里离去总统府会见副总统萧美琴，表达未来伫 NASA 定的计划，会当甲台湾的科技、科学甲医学领域合作。萧美琴强调，台湾伫太空领域未缺失，会继续努力成做全世界太空发展的重要伙伴。记者综合报道。好，原来这林基里呢，伊今仔日是去到台中来参访，由这体育校校刘德基伫1960年代所创立的这个棒的工厂，来见证台美交流的历史。I think I ate your bread when I was little, and so now I have been able to grow up strong enough to be an astronaut. So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 to this community. And for your hospitality and for the city's hospitality today. 好，这林基里呢，伊有2摆是爬上国际的太空站，而且嘛做过太空任务的指挥官。伫国际太空站呢，已经累积超过300多天啊，而且伊佫较是阿提米斯计划幕后关键的推动者。这个林基里呢，伊是出世伫台北，而且有台湾的血统。另外，伊也去拜访这进前是美军俱乐部的美村综合服务园区，也佫有参加这台中的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的讲座，来分享伊太空人的视野。来看这个由中国开发的带路鸡 App 高速地图呢，是因为有这3D 的鸡仔头的景致，也佫有青鸭顶倒大算的这个功能，最近是引起讨论。也毋过这个 App 若准伫台湾使用，这也引起治安的疑虑。内政部长刘世芳是表示讲，针对相关有治安风险的 App， 这政府拢会进行风险评估，若准有影响到咱的国安，安尼公务机关原则上应该拢会禁止使用。左转后进入最左侧道路。AI 语音助手提醒路况，这是为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分公司做的带路 App 高德地图。即马台湾嘛会使用，甲 Google 地图比起来，高德敢若简体字的版本会显示车道有几条，还佫有道路的标线，毋过无显示塞车的路段。前方路过学校，开慢点，看看有没有小朋友在跟你打招呼。伫咧高德启用3D 的视觉。
台北101、台北大巨蛋等等地票是看现现，不过输入总统府说是会带去中国南京。也若最近高铁要搁开放新功能，车行顶倒算时，伫咧台湾一寡路段会出现误差，敢若2秒到3秒，就防自己讲敢有治安的记录。像这类地图的软体来讲呢，其实大概功能都大同小异，所以当然这个基本上会有的治安风险也都差不多。担心说，你今天来讲，你去什么地方，你的资讯会不会被外泄？那这个当然其实是这个可以去稍微注意一下。速发部指出，高铁使用的地图资讯是甲荷兰的厂商买，也若青红灯倒算时，却是用使用者的大数据算出来的。也若治安署是针对高铁进行检测，确认资料是毋是有回传去中国的状况。所有民众这个上传的个资都有可能会有一天，中国政府就是突然讲说我要这个资料，然后他就直接调取了。治安署已经在针对这个 APP 进行那个检测，一旦确认说有这些状况的话，要求所有的公部门就是不能使用高德地图，然后我们也会劝导民众尽量避免使用高德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相关的跟治安有疑虑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做风险评估。那风险评估之后，如果认为说对台湾的这个国安问题呢产生重大的影响的话，当然我们会加以禁绝。那我想不止远景啦公务机关里面应该都不要使用。内政部长刘世峰嘛表示，对这款相关有治安问题 App， 政府拢会进行风险评估，若是影响到国家安全，公务机关原则上拢会禁止使用，确保资讯安全，也有国家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日是来审议民法亲属篇的相关修正草案，伫赡养费这部分的行政院是认定讲，搁再嫁出的人，安尼就袂使继续摕这笔钱。法务部长陈明谦是表示讲，这是参考外国相关的法令，一律不许唯一有责之配偶一方请求裁判离婚，完全剥夺其离婚之机会，与宪法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不符。3档外前，宪法法庭作出判决，要求相关的机关修正民法离婚的相关法规，不得完全剥夺婚姻外遇等有职的配偶诉请离婚的机会。对立委行政院到司法院拢以判决意志提出修正的草案，立法院23并案审查，尤其赡养费的规定，正做关注的焦点。如果赡养费是为了补偿过去的婚姻制度、婚姻的贡献为何会因为未来身份改变？就一笔勾销的呢？世界很先进的国家，我们可以讨论他们那个对这一种的要干净的分手，因为先进国家很多今年那个再婚了，就是新的婚姻的关系的一个建立，有新的一个生活。我宣告6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把它提高了到2年那这样子的思维会不会对家庭暴力的防治会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不会有漏接状况。其实，在第一项的其他款式的有责主义里面，其实很多都可以应用。并非行政院的版本，就算伫赡养费的制度放另请求的标准，佮加上再婚就消灭，不得再请求给付赡养费，引起关注。法务部长陈明谦答询的时阵强调，参考外国赡养费制定的相关法令，必须要如何清气。伫诉请离婚的条件顶面，安怎计算分期的期间，同款引起立委的关心。在5年累积起来之后，累加起来超过3年的一个状况，所以法院要开始计算日子是吗？在国外如果当中有中断就不算了，都是持续2年或持续3年来诉请。所以你们的司法院的态度的目前对于这样子的方向是意见不同的，对吗？我们是提出这样的建议了。比评两大版本提出离婚的条件，行政院版采用累计分期已经有3档，司法院版是相对严格，必须要少年煞做伙带3档，中袂当登去。这个民法亲属编的相关修法，行政院甲司法院是有真侪无同款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最近是来公告，所有已经到期煞无人来继承的不动产，拢总是有1445笔的土地，也有71栋建筑物，这价值呢是超过27亿。市政府呼吁民众该继承的，安尼就爱赶紧去办；若准列车超过15档，阁无人来办，安尼就会公开招标。地政单位公告栏大满告示内底大部分拢是提醒民众赶紧来办继承。根据统计，新竹市今年度过期无来办继承登记的，拢总有1445笔土地、71栋建筑物。但是照目前市价来算，价值是超过27亿。如果是我，就是随便继承一笔，我就可以早早退休了，就不用工作了。对啊，所以这个数字我觉得是蛮夸张的。
我觉得我几辈子都等不到这种土地这种钱。可是我觉得有人如果他不去领，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负担那个遗产税？那很可惜啊，这现在的地价那么贵，如果没有继承的话，蛮可惜的。持有指出，特别拢是真珍贵的资产，其中也有价值袂少钱的土地甲厝。只有提醒民众收到通知，赶紧来办继承登记，保障家己的权益。每一笔土地其实都是很珍贵的资产，在这边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有收到通知，请尽快来办理继承登记。这不仅仅只是保障自己的权益，也可以让土地资源被更有效的利用。按照土地法规定，继承登记应该在所有权人过身了后6个月来办理，超过期限1个月，就处分登记费1倍罚金，上悬20倍；超过1年，得进行公告。公告3个月后，会列册管理15年。了后，地价土地也是建筑公开招标，请民众特别注意。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在2018年摕到国家文艺奖的排湾族的艺术家萨古留巴瓦瓦隆，伊是因为性侵案1审、2审是互人判4当6个月的徒刑，今仔日已经入去关啊。对前总统蔡英文手头领奖，就是2018年摕到国家文艺奖的排湾族的艺术家萨古留巴瓦瓦隆。不过，伊伫2021卡到强制性交的案件，含冤告的查某人拍官司。虽然萨古留事后拢无承认，1、2审法官认为事情明确，以强制性交罪判4年6个月的徒刑。高雄分院嘛驳回上诉，专案定验。这个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有很多我们的部分他不采纳，完全是一面倒。判决确定了后，因为日子晚近日加的时间，煞拢联络袂到萨古留。屏东地检署为着防止伊落跑，第一时间检察长就启动防落跑机制，先请警方到屏东市税处的所在，煞找无人失去踪影。检方认为伊有逃亡疑虑，非法拘票掠人。落尾第2日暗时9点左右，才总算伫马家乡一搭餐园的家厝仔找到人，当场将伊拘捕到案。2日再去8点日工。实际到马家乡，当地居民拢讲有听到消息，私底下表示足可惜，去卡到刑事案件，针对萨古留国艺奖的资格，国艺会进前就已经正式甲取消，得奖的信息嘛拢对网站落架，要求萨古留交回证书奖牌和100万奖金，这嘛是国艺奖设立以来头一项特殊应有的得主。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南投县今年国中小这老师的争取呢，是开真侪课出来，这数字呢是比去年要搁加加倍3倍遐尔啊侪。其中这国中老师是欠72个，国小欠113个，就连幼儿园也欠14个。以前人讲老师是铁饭碗，老一辈拢会建议囡仔去做老师，啊，毋过真仔全台湾拢咧欠老师。南投县现主市的国中国校的老师拢补袂甜。国小拢是包班制。就是大科拢爱会晓。今年因为有老师退休的关系，所以今年阮有开4个。根据县府的资料，全南投公立的国中有37间，国校有140间，差不多逐间拢有欠老师，一间欠2-3个，加起来就真多。根据统计，今年南投的国中老师欠72个，国小欠113个，连幼稚园嘛欠14个。南投县政府教育处表示，除了今年退休的老师较多，另外教师争取和其他的县市同一间考试嘛有关系。国中吼是欠72个老师吼，啊，尤其是阮理化甲数学的部分，还是欠上侪。上惊着开学时，啊，佫无考老师，这点真恐怖呢。无老师来报考，可能就爱开始进行阮的代理的老师的招考，第1届、第2届、第3届、第4届、第5届，爱做侪届吼，啊，才有考有老师啊。教育处嘛表示，为着要请老师来南投教册，针对偏远地区的老师有提供宿舍。嘛注重学校的环境，啊，佮资源，嘛有增加咱的行政人员，互老师会当专心来教册。啊，总讲一届教师的争取，有完补袂满，就会办理代理老师的考试，聘请咱退休的老师来支援，袂去影响到囡仔的受教权。记者杨秀南投报道。全校敢若46个囡仔的高雄路德双臂国小呢，是来参加今年全国学生创意戏剧比赛。这学生囡仔讲台语是真有在地的声哨，配合着这家咧红海的动作，受到评审的肯定。搁一摆摕到国小组的冠军，也创下全国7连霸的纪录。叫你好溜叫好溜，搁较叫大杯罗满。咱
当的台语口碑开口十足，高雄三比国小家里戏社的囡仔，双手九线控制红仔做出动作，嘴哪念手哪动，卖看这囡仔做起来轻轻松松，这拢是因牺牲休困时间才练出来好功夫。今年三比国小的囡仔延续去年的主题，以梁王受邀的故事去参加全国学生创意戏剧比赛，搁一摆摕到国小组冠军，也创下全国7连霸的新纪录。5年的时转来三比国小我着同学拢咧学这，我着想讲，我嘛想要挑战这。内底我上困难的是，就是我袂晓讲台语，嘛袂晓去人迄咖喱戏。因罗满晓的这个囡仔加入戏团才2年的时间，对原本一句台语都袂晓讲，红仔摕袂叮当，甲当已经是资格之一。三美国小校长讲，因对2014年成立社团，全校学生敢若46个到17人参加咖喱戏社，那请金贵公咖喱戏团来指导。112年，佮甲咖喱戏列入校定课程，包括历史小解、实际操作到舞台表演，也佮学校会当年年有好成绩。正式的课程内底实施这个咖喱文化戏剧课程，受到阮家长的支持，互因会当伫下课的时间，像阮每一个拜三下晡，拢会当出来练习。咱无望讲以后因会从事这个行业，但是至少因伫咧学习的过程当中，伫因的读册当中，会当去了解咱台湾的传统文化有甚物物件。尤其是这种强要无戏的咖喱。戏团将传统戏剧结合教育，学校甲教育融入在地特色。三比国小的咖喱戏社伫全校师生的努力下，创造全国冠军7连霸。然后大家看到咖喱戏的水，也佮这项传统文化会当传承落去。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健康的消息来关心的是，这台团队呢是来分析手刺茶的成分，结果发现讲一杯700cc 半糖的这个饮料，平均的糖分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标准，而且部分讲做是无糖的，实际上所有验到糖分，或者是呼吁讲这糖分的标示呢，应该就要改善，因为消费者有知影的权利。无论是天气烧热，还是做工课压力较大，真侪人拢会想要啉一瓯手刺茶放凉心情。不过，台大公卫研究团队针对市面的手刺茶做分析，所发现一瓯700cc 半糖的饮料，平均有46.5公克的糖，已经超过世卫组织建议大人逐工食糖量50公克上限。研究团队嘛指出，有部分标示无含糖饮料，实际上没有验到糖分。饮品里面还是有55.6%的无糖手摇饮品里面可以检出糖，所以这个无糖饮品不代表它里面没有糖，它的糖可能来自于它的原料果汁、乳品或是配料珍珠、蒟蒻等等。但是对消费者而言，我们可能容易以为说无糖就是没有糖，那其实这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消费的行为。研究者讲，啉手刺茶其实甲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有关系，若无改善，国家为着要负担疾病，会造成200多亿的经济损失。另外，研究团队佫分析市面189件的建本，发现有26件有糖味剂，尤其果汁茶甲有料饮料上接验到。不过成分却表示甲无清无楚。多重的人工甜味剂这件事情，虽然它并没有达到一个暴露的毒理的风险可是这个限于民众不知道的一个状况，对于民众做一个有引凤就是有知有了解的一个选择，呼吁未来在政策上在实务上能够提供民众能够有比较是有知情的选择的权利。研究者希望透过研究的成果，通加做未来推动确实表示的改善，手刺茶成分透明化政策的参考，让民众会当知影啉到手刺茶到底有啥物款的成分，做伙守护人民的健康。记者吴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有慈善团体伫顶礼拜是去到嘉义东石的这渔港来办护鱼放生的活动，想袂到有人伫咧网络分享这个消息了后，对这礼拜一开始，逐工拢有真侪人走去东石咧钓鲈鱼，电到真做是生态危机。鱼仔顺着港仔流入去海内底，岸边阁有真侪民众一趟接一趟倒鱼仔入去。19有慈善团体伫嘉义县东石渔港举办护鱼放生的活动，想袂到放生拄结束，渔港就出现来钓鱼仔的民众。还没有看网络，好像我看到每个码都爆桶啊，所以对啊，想要来听听看啊。听说是放生的，对，所以你也是对敢来钓，
看人家 po 文就过来看看。收获怎么样？收获还好，就钓4、5只而已。有网友伫网络发文，讲伫遮钓着真侪金目鱸，结果为拜一开始，渔港的附近马三角顶面，逐工拢有真侪民众来到遮钓鱼仔。现场民众表示，下晡时啊风影较大，钓起来的量无再时啊多，就有网友伫网络讲，这是鱸鱼之乱。对，翠上面有鲈鱼之乱，然后大家都来这里。这边外拢钓了等于。原本是善心放生的活动，煞有互渔港加做民众新的钓鱼场。家己县政府渔业科指出，这个慈善团体事先有向因来申请要放鱼仔，是合法的互伊放生的活动。呼吁想要伫海域来放鱼仔的团体，拢要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才袂受到处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前年6月时，有一只钓伤的石龟伫平湖，互人甲发现。迄当初，毋但这龟壳裂开，这龙骨嘛钓伤。过程当中，捌医疗评估有可能要甲安乐死，也毋过即马经过团队的治疗甲复健，678天的照顾，即马已经伫淡水野放。因来这龟壳顶头呢，嘛有安这追踪器，看伊落尾敢有顺利转去到平湖的生态地。经过动物救伤团队协助，石龟4只脚劈裂受转去大海。这只石龟前年在平湖虎井渔港方发现，毋但骨壳裂开，两骨嘛受伤，要互医疗团队评估讲着要安乐死。毋过经过手术甲复健，石龟总算恢复健康。第4月2日，世界地球日即天，伫咧新北淡水沙仑海沙坡野放。石龟拄则出海沙坡，还阁丢一下，毋过尾后顺利收入海洋，无被记入本名。敢若看会到追踪器的天线。救伤团体表示，即届的救援行动下过平湖、嘉义、新北甲花莲县的县市，为着减轻石龟的压力，选择即阵较无渔业干扰的北部野放。从澎湖到台湾已经舟车劳顿了接近500公里，它如果要再回去500公里，这样对动物其实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就是减少它在北台湾的移动的时间，那直接在北台湾放，然后台湾海峡这一块就让它自己去探索。救伤团体指出，照石龟的习惯会转去到原本的生态地，海保署嘛会透过追踪器看伊敢有顺利转去平湖。若平湖龙鱼局是提醒民众，过来5月至10月是石龟上花生卵的生育期，嘛禁止民众入去到绑湾岛石龟生卵栖地保护区，避免影响保育。这个保护区的设置，都是要互有一个栖地的概念吼。伊即嘛已经有啊，慢慢有起来在做这个。咱一定爱呼吁咱的民众，一定爱保护伊。若看到伊，尽量莫甲破坏。那伫个若有机会去阮平湖观光，到万湾遮，咱个尽量等外口外围看咯吼，莫入去做干扰。民众若是发现受伤，也是靠衰的海洋动物，救伤单位是提醒讲，毋通加入转去海洋，避免对动物造成二度伤害。民众会当通报118海巡署专线来协助救援。记者卢尚珠、郑春佑新北报道。现代人是真见网络，伫荷兰呢是由少年人来推出数位排毒，招大家做伙来画图，也是讲看册等等，暂时离开网络的世界，来增加甲别人的交流甲互动。因为这项活动也得到真大的回响。来参加活动的人，因主动把手机搞出来，搁来陪伴因的是钢琴的音乐。这毋是虾米教堂的聚会，这是阿姆斯特丹Z世代的青年发起的数位排毒会。参与者会当利用桌顶的纸笔写物件、画图，还是剪贴。写的主题包含写一段话，互80岁生日的家己。We create our events and gatherings with different themes. One of them is connecting with yourself through creative activities, or reading, or writing, or puzzling. So really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slow down and reflect, go inwards. 这项活动是对礼拜4的读册会开始，3位创办人2024年伫阿姆斯特丹设头一间离线的咖啡厅，后来聚会扩大到会当互更较侪人来的教堂这个所在，吸引真侪无想要调伫数位世界的人来休喘一下。I think it's nice to like touch that pen and paper, like that physical element. It just grounds you, I think. And for sure, like looking back, I mean, as a child, I would always be drawing and things like that. What I just really love is that you can kind of unwind, but also with other people. So when you're at home, it's just by yourself, and you're like, okay, I cannot use my phone right now, or I should just chill. And then it's a bit harder than when you're actually
go someplace like here, and then you're surrounded with all these people who are kind of in the same vibe, and then it's just a special feeling. 亲像这款的所谓拜读会，已经拓到全球超过20个城市，大部分是集中伫欧洲、亚洲的巴厘岛、加托尼基的伊斯坦布尔也有据点，吸引愈来愈侪人加入。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刷了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甲明仔载受到锋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各地气温在渐渐降低。今仔日伫马祖、金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还是雷公雨。台湾中部以北嘛会落阵雨，还是雷公雨。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